我哋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呢都見到快少少，中間黃衫就係呢隻天心星啊。響佢出邊呢唔放喎，咁啊有呢隻火辣神驅，咁啊粉紅衫帶頭呢就係蜜圈嚟㗎。外欄紅衫紫色眼就一定旺，咁啊大約響入邊上咗嚟仲有太陽戰士啊。後邊第6度啦，紫色衫呢就快贏，再後邊有勇戰呢就淺藍衫嘅。後一陣嘅馬陽明喜喜啦，紅眼澤富國強區啦，買遍大眾良區啦，再後多少仲有富利多，包咗落尾嘅馬呢就連戰連勝同埋隻運財福星。一半啦，蜜圈帶頭，天心星第2，入邊太陽戰士，中間火辣神驅，出邊紅衫一定旺啊！再後邊仲有淺藍衫嘅勇戰啦，紅衫紅帽呢就甜歌兒嘅，入邊位置就快贏。最後100米，蜜圈有啲外閃呢，就左嗰隻呢就天心星啊，天心星喺外欄一路追緊上嚟，入邊位置呢仲有呢隻火辣神驅，第4位呢就係呢隻一定旺。最後100米，天心星外欄已經將蜜圈追過，埋邊火辣神驅接近終點，天心星再贏啊！蜜圈第2啊，火辣神驅第3，第4名係一定旺。